喺呢一刻，我哋未睇到有任何收集分歧嘅進展，但係我哋喺度即係公開去批評咧。商界一時有呢個代表，另一時有嗰個代表咧，係講唔同嘅方案，其實到最終咧係拖延咗咧整個取消對沖嘅進展。當然要更批評嘅就係點解政府唔可以早1年，甚至係即係更早嘅時間有一個具體嘅方案。我諗喺對沖取消呢個嘅明顯冇收窄嘅，因為但係喺處理方向上面咧，係多咗啲針對性嘅一啲即係研究。針對性喺邊度咧？就係我哋有啲咩行業咧，佢本身喺對沖係經常性會出現需要有對沖呢個咁嘅即係索償嘅。第二個咧就係喺針對性咧，就係喺我哋啲因為要對沖呢啲咁嘅行業咧，而佢要負責嘅即係個責任咧，係應該係由翻嗰個僱主自己本身係負責翻嘅。